各位，我係廖淑儀。警務處處長周一鳴話，大埔宏福苑居民第一個星期上樓執拾，至今收到42宗報案，暫時未見涉及失竊。大埔宏福苑居民今個星期開始分批上樓執拾，政府喺現場設綜合詢問處，懷疑失竊亦都可以向警方報案。連日都有居民話唔見咗手錶、金飾等等。警務處處長周一鳴話，至今有42宗報案，已經設專隊跟進調查，部分已經即場協助揾翻失物，暫時睇唔到涉及失竊。喺個火警裏面咧，其實係燒到變成灰燼，咁可能咧其實嘅財物咧亦都未必可以揾得到啦。咁另外有一啲咧，其實已經係即時係揾翻嘅。咁亦都咧有一啲咧，可能係我哋幫佢接查咗之後咧，再揾嘅時候咧，我哋亦都可以揾得翻，甚至乎咧可能有一啲咧係其實居民咧可能係嗰個物件或者佢擺放嘅位置，甚至乎其實係咪喺嗰度咧，其實佢哋都唔係好肯定。其他單位咧都係冇一啲搜掠過嘅痕跡嘅。初步咧，我哋都係見唔到有即係所講嘅失竊嘅情況。另外，宏福苑聽證會揭示火災當日999線路繁忙，或者部分未有轉駁俾消防。周一鳴話，當日下晝2點去到午夜12點，一共接獲4144個求助，比起前一星期多3成半。佢唔評論聽證會嘅個案，但就話已經同消防檢視相關系統。當時亦都可能咧，亦都會有一啲情況下咧，係真係有一啲情況下係消防係未必能夠即刻能夠將我哋個電話轉駁去。咁所以咧，我哋嘅同事咧，亦都需要喺嗰段時間嘅時候咧，係初步問咗一啲資料，或者咧係問一啲可能係問一啲問題，係嘗試咧去安撫一下部分嘅一啲求助人士嘅。咁喺個過程裏面咧，係我哋依家喺個系統上面咧，我哋都會去好好去再去咁希望咧嚟緊呢，就將同消防嗰個大家嗰個連接咧，就會做得更加好嘅。周一鳴又話，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早前已經承諾，短期內增加消防電話熱線，警方亦都會檢視。無線電視記者劉俊玉報道。最新消息，消防處將會下個星期之內完成增加18條電話線，並喺3至4個月之內將可用嘅電話線再增加18至20條。大埔宏福苑嘅居民繼續分批上樓去執拾，其中宏仁閣最後一日上樓。有住戶話將要同鄰居分別感到不捨。宏昌閣同宏仁閣居民第3日上樓執拾，唔少居民帶埋篋、行山背囊同環保袋上樓。其中宏仁閣輪到高層住戶，有居民即使行動不便，都堅持擒20幾層上樓。拐杖有㗎，帶晒護膝㗎啦，而家已經43年，感情你話啦。我20幾歲入嚟住㗎啦，冇啊！呢幾日心情唔好啊，琴晚都瞓得唔好嘅。攞翻啲相啦，同埋啲紀念品啦。大火燒毀具紀念價值嘅物品，亦都拆散40幾年嘅街坊情。哇！識咗未入嚟住咁耐，咁就咁耐咯，40幾年咯。嗰條根種咗喺度，你要連根拔起我哋就好難。宏昌閣係火災中最先起火嘅一棟，損毀同傷亡都較為嚴重。有居民帶埋鮮花到場悼念。這麼近那麼遠，即使上唔到樓，都要入到封鎖線內，喺樓下同昔日嘅家道別。唔知道有冇機會再上，希望能夠嚟道別下啦。越近執拾呢，越焦慮啦。雖然我係冇份上去，但係咧，我琴晚成日發夢就係掘嘢咯。咁樣佢一聽到火燭，佢已經開始喊啦。其實佢一路喊到而家。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亦都到場巡視。當局早前話會為死亡人數最多嘅宏昌閣同宏泰閣居民提供特別情緒同心理支援。星期日嘅執拾安排輪到宏道閣居民，宏昌閣都會繼續。無線電視記者陳嘉欣報道。轉睇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外長王毅轉抵泰國訪問，泰國總理阿努廷會見王毅。王毅指希望泰國加大力度打擊網賭電詐。鐘卓希喺泰國曼谷報導。
外長王毅東南亞之行嚟到第二站泰國曼谷，同總理阿努廷會晤，兩個人先握手打招呼。今次係王毅相隔2年再次到訪泰國。正式會晤前，阿努廷先向王毅介紹3月底上任嘅新內閣。王毅就介紹隨行嘅官員，特別提到副部長華春瑩。王毅話：中方希望泰方加大力度打擊網賭電詐，為中泰關係營造良好環境。作為泰國同柬埔寨嘅共同朋友，中方願意繼續為雙方接觸對話、重建互信、改善關係搭建平台。王毅又話：面對變亂交織嘅國際形勢，中方願意同泰方喺新能源、基建同農業等領域加強合作，推動構建更加穩定繁榮嘅中泰命運共同體。阿努廷就話：面對當前動盪國際形勢，泰方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願意同中方加強發展戰略對接，密切各領域合作。泰方將會堅決打擊網賭電詐，感謝中方為泰柬妥善處理邊境衝突而努力，期待中方繼續發揮建設作用。王毅喺泰國停留大概1日，行程都幾緊湊㗎。除咗到訪首都曼谷呢度，仲去到南部城市甲米出席中泰外長磋商機制會議。佢下一站就會轉到去緬甸嘅內比都。無線電視記者鐘卓希喺泰國曼谷報道。美國白宮話，總統特朗普嘅特使威特科夫同女婿庫什納今日前往巴基斯坦，計劃同伊朗談判。伊朗外長阿拉格齊亦都喺巴基斯坦，據報佢先同巴方討論先決條件，再決定係咪同美方直接對話。伊朗外交部話，阿拉格齊冇計劃同美方會談。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展開巴基斯坦、阿曼同俄羅斯3國訪問行程。佢喺星期5深夜飛抵首站巴基斯坦嘅努爾汗空軍基地，巴方官員到場接機。佢之後轉到首都伊斯蘭堡，預備同巴方領導層會談。伊斯蘭堡加強保安戒備。阿拉格齊早前喺社交平台發文，話此行主要同伙伴國協調雙邊事務同埋地區發展，強調伊朗視鄰國為優先考量。伊朗國營通訊社就報道話，阿拉格齊今次外訪主要商討雙邊事務同埋中東戰事最新局勢。新華社引述巴基斯坦消息話，阿拉格齊將會同巴方討論伊朗同美方談判嘅先決條件，包括解除對伊朗嘅封鎖、釋放被扣押嘅船隻同船員、確保全面解除對伊朗嘅制裁，以及解凍伊朗被凍結嘅資產等。伊朗希望美國先採取行動建立互信，若果取得進展，預計會同美方代表直接談判。美國白宮發言人萊維特同日表示，總統特朗普派出特使威特科夫同女婿庫什納星期6前往巴基斯坦。The president has decided to dispatch Special Envoy Witkoff and Jared Kushner back to Islamabad. The Iranians want to talk. They want to talk in person. And so the president is, as I've said many, many times to all of you, always willing to give diplomacy a chance. 萊維特同日接受霍士新聞頻道訪問，佢披露威特科夫同庫什納計劃同阿拉格齊會談，美方希望會談有成效，推動雙方達成協議。無線電視記者陳淑儀報道。美國警告，針對伊朗航運嘅封鎖行動會延伸到全球。另一方面，又再制裁中國煉油廠，宣稱對方支撐伊朗嘅能源經濟。中國駐美大使館敦促美方停止濫用制裁同埋將貿易政治化。美國同伊朗談判前景未明。德蘭傳媒報導，伊斯蘭革命衛隊宣稱已經扣押咗一艘疑似同美軍合作嘅貨船。至於美軍中央司令部就話攔截咗一艘懸掛伊朗國旗嘅船。美國防長克格塞斯警告，美軍對伊朗港口嘅封鎖將視乎需要持續落去，封鎖範圍會不斷擴大，甚至走向全球。佢又話美軍安排第2艘航母加入封鎖伊朗港口行動。截至當地星期5，超過30艘船隻遭美軍勒令折返。No one sails from the Strait of Hormuz to anywhere in the world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y. To the regime in Tehran, the blockade is tightening by the hour. We are in control, nothing in,
nothing out. 另外，美國財政部宣布經濟制裁大約40個涉嫌走私伊朗石油嘅實體，包括航運公司、運油輪以及中國大型煉油廠恒力石化大連煉化有限公司。美國財政部宣稱相關公司係維持伊朗能源經濟發展方面扮演關鍵角色，又話恒力石化大連煉化有限公司自2023年起一直採購伊朗原油，為伊朗軍方帶嚟數以億計美元嘅收益。至於被制裁嘅航運公司同船隻，就係伊朗影子船隊嘅一部分。中國駐美大使館敦促美方停止將貿易同科技議題政治化，停止濫用制裁針對中國企業。霍爾木茲海峽持續被封鎖，喺全球多國引發能源危機。至於喺塞浦路斯舉行嘅歐盟峰會，中東多國領袖都有與會，商討點樣應對海峽問題。歐洲理事會主席科斯塔話，伊朗戰事已經帶嚟災難性嘅後果，霍爾木茲海峽嘅航行自由對全球至關重要，外交係解決問題嘅唯一可持續出路。無線電視記者江月報道。休息返嚟有其他消息。災難性嘅後果，霍爾